根本伊当中个节目吼，你绕墙都个系舞蹈、舞蹈、剧团个非常自信个欣赏彩笔珠欣赏咧，都节目地图，然后大家来分享。公告时间先讲咯，你个彩欣赏讲吼，其实当中个时间。当然冇可能让舞蹈所有嘅历史比如当到精彩嘅事情，让大家来分享哈。不过基本当然还是非常嘅欢喜，有安样嘅机会，让大家来接触安样嘅分享，安样嘅剧团吼。你嘅上台节目有讲到比如讲像记到嘅打扮服装非常嘅特别特别，然后都有一个嘅特色最重要嘅，你系讲这样子好，有特色是好，其实那个。也是也是一种舞蹈嘅精心度地度，像基本性上也带来动作嘅相片，是你们的哪位一只作品，像係畜生实境，客家話係講溫度是係畜生實境，嘅相片，地不度也是有動到。法狀嘅過法狀嘅作生了，對嘅相片，就對啦，大家來看，大家是咪啲講，哇，記到其實係非常嘅。榮幸來做安樣嘅事情，從兩種相片子都可以看到哇，然後就是這也是一個有沒有？你看這個誰來誰來去送推之前，哇，老師你們這些一個身體上完彩其實作圈，後邊又將伊留去填修，一亮亮去做3亮圈個動創所以其實。除了有特色，跟也簡單對，你看是白鳥，我們的主角足夠自由，白鳥，佢辛苦很辛苦，3點鐘，喺度湊1點鐘電呢，叫浪靜下來，浪靜所以佢完全走後還要自己冷靜1點鐘，這樣就得送台。你隻舞者有動專心，佢會跳到個皮木質幾條幾點鐘唔會停哇！佢係個感動一家必博的心，所以其實這都是一個準備嘅歌唱，係個法眾，大家準備嘅歌唱，因為這個是一個很神聖的開始到表演，沒錯，所以其實難怪講你都看表演感，因為起到按感同，因為一家跳感音，你一家按感同過後，你是會讓向度推下來看表演感音所以其實你係師兄係上台節目才欣賞講到嘅。白鳥，先生，我現在做得看得出佢係馬莎咧，表演界直接界準備。其實大場係讀，你台灣有受到動態嘅分享，老師在國際，移動外國嘅表演嘅時間也是大家都動中意，動精彩動中意。老師有特別讓大家來分享記到有一把去到法國，你講里昂，有在提供嘅時間，哇，通講謝幕，對，洗白，係嗎？那個觀眾不放你們走，我們都很怕，等一下出不去，因為個劇場都有規定時間嘛。該衝動，因為我們里昂每2年就會去，他法國里昂有雙年展，該就白戲，該時間該謝幕把跌的東西丟到台上來這樣，始終地講該買東西，寶貝真正看，哎呦。該發的，該玫瑰花，我們就讓人講，哇，你們非常受重視，他們已經知道你們要來了，他們早就準備好，而且法國人真的喜歡，他才會有獻花，他的花是直接把熱情丟到台上去，所以該西邊、邊該下幕落又幕起，他們都不走。只有 M 是不能卸妝那如果點鐘我卸妝，我會該從大家感動的，大家眉目之邊讓觀眾聯合在一起，所以這種藝術摸國界，你看心是痛嘞，不是講嘛，今日唔來個文講一條嘛該今日來講謝謝你，merci beaucoup，對，對，講了中文我講兩句，因為今日本來回饋。所以其實就是移動外國嘅表演嘅世界，其實在國際已經受到非常大嘅重視不過我還想欣賞，我覺得這也是我想這也是舞蹈劇團最直接讀觀眾朋友嘅面受到嘅回饋，也是給大家很大的鼓舞，沒錯，跟打氣，對，了解性係非常嘅重要，因為我想這也是做一個表演者做一個藝術工作者，最
最长得个时刻啦。对对，昨天安样讲，不过简单来讲吼，其实老师，因为你讲到许多外国像系法国、里昂安样个地方，受到几多安样个回馈。老师其实要为了欣赏安样个艺术吼，也唔系按简单呢。吼，因为一些门槛吼，所以根本你昨天讲系教你个乡亲朋友容易来欣赏艺术。其实看剧场的东西都因为去不同的场合看。不过我爱简单讲来有个你只要有心有时间，你落来点点错的个，你会有感受。我又摆又摆去故乡认为台湾的演出场地其实有限。像有个这么大的演出，其实动员动到啥，该资源没有动到。所以老师动南讲许多动到乡亲嘅外县市去。我入白2009年国家剧院是到邀请到高雄去。其实动紧张，认为观众群就唔地的马莎，你挑盲还去看啊唔地。我们是两感演哈去讲很多演讲，后来还冲到6、7成，已经很不错了。挑睇嗰些动场又给观众 Q&A。又叫观众提着张是那里该按麦克风你想一个问嘛该好紧张动紧张动紧你要讲嘛个东西你要讲嘛个，讲起乜个全部讲去做个拖鞋因为南部观众很随和，想说进剧场像看歌仔戏一样没关系这样，其实更屌。再加上他们50、60岁中年人，可能那种可能菜市场做生意的那种，一更屌，其实讲人家是梦衣。我唔知做我落来我看唔是没唔知看乜解我是心肝动到事情走出来想要叫，我想要讲你生命某个东西某个苦劲全部想要不出来几张安布拉是记得这张音，老师没动感动，佢第一唔是讲乜个。信传到了，传到了就好了。然后那个人最后还是很感谢。我们其他观众其实也不是蛮感，认为台下凑的该大家心路历程会不一样。可是老师要传达是说一种灵性，那个波磁场会影响。你很可能你生命中有一种相同的东西，那个对话对到了，你就自然抒发出来了。那老师只是这种一个艺术放在舞台上，让大家共同来感受。那我觉得你说，如果说讲艺术治疗，你欣赏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艺术治疗。因为治疗到你内在的一种脆弱也好，无奈也好，有一种困境，就像我们观里面最后那个要渡尽，渡谁的尽？渡你自己的尽。那个兄弟好像人家讲了，你可能基没可能你其实该讲必不因谁因起噶，所以里面我们在舞者跳舞的过程中，每起个度起个，度该困难，你走走的安辛苦，转运呀帮呀没安辛苦，我弟弟来走嘛该，我们用有生之年的身体可以奉献这个大地，让观众进来的时候，他有感觉。我想生命中不一定要有很有钱才有感觉。你凑底该，你生命中有一点点东西被触动，你回去到你的生活，你会改变。没错所以其实也是老乡亲朋友来讲，其实艺术是嘛个东西，艺术该欣赏多大的原因，其实佢当简单舞蹈剧团的今年9年都国家嘅戏剧燃油表演，大家唔是上很多，不管你系了解也唔了解，认识也唔认识，你是入去凑到改片，你不管该蔡先生讲的，是像故乡的该朋友是来朋友，佢讲唔定看得出，看唔出。唔是上很多，你是入去度假去凑呢，让人家心平下来，定静下来，感受是好的。你是看几条表演，你不一定真的说，那个是什么，看没有关系，没相干，我们就是去感受。就像林老师讲的，还讲财信上今天走现场讲的，你只要能够接通了，然后那就是一个最棒的事情嘞，哈。不过还想。节目到底下哇，时间够太冻家剩2-3分钟的时间。我想让乡亲朋友来分享一下，其实未来，对不对？无垢的未来，我们还是有很大的期待啊。对，今年9月19、20、21在国家剧院再度旗舰返航，找了
演出这一个关，其实国家剧院一直对我们有很好的评价啊，所以忙年哎，就已经邀请了，所以老师没得个熊，他就两张作品大作品《叫花神器》哪一出这个献出来，我们现在也在思考，我想观众又福气啊，常常福气来咧哈，如果今年开始慢慢幸福美好，求福美好。为台湾的观众表现出来，欣赏一定要。为什么用英讲呢？因为东已经看过了，不论是幸福也好，求福也好，因为那都是台尬的这种，就得讲是去无存精的一种的这个再一次的表现哈。所以咧，当从了解事情是台尬的准备好哈，看幸福也好，看求福也好，因为东应该是冇看过嘅，所以当然是会希望讲乡亲朋友系讲真心冇看过吼，因为有基本一个节目吼，会知道讲哇，对舞蹈舞蹈桥头安样个表演，当好起也好，当有兴趣也好，听出诶，准备一下，你做得来去看安样个表演哦。希望今年个让就做得动心讲，哇，今日到了哈，非常师母，你来蔡老师，欣赏师母你呢？师母你好，师母哈，也做咧看到彩信上嘅表演咯，吼。咁个乡亲朋友吼，时间都睇当家，你下剩一时嘅时间，乡亲朋友大家都知吼，哇，你有只写短片吼，基本嘅写短片，然后大家来讲乜嘅咧？一个烫手做吼，非常嘅简单哦，系讲热天啊，本门拗到用嘅啥？有种做啲风本门拗到嘅一种，你讲东西吼，嗰种东西唔会难做啲起家做，所以吼，你下是绕墙你现从所有嘅。乡亲朋友吼，共下来看一下，你大大的用因大不下是做的东西准备啊，简单呢是做的共下来做，你讲唔会本门拗到嘅防蚊易安嘅东西，使到来看一下。本门拗到嘅防蚊易安嘅东西，使到来看一下。